而家7點鐘咧，我哋開始今晚嘅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論壇。咁咧呢個論壇咧係由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同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合辦嘅。咁咧我哋嘅時間咧係今晚7點到夜晚嘅9點正。咁咧就整個論壇嘅原因咧，就因為我哋希望咧，我哋嘅泛民主派嘅選委咧，能夠清楚了解各個候選人嘅一切有關政治同埋對香港嘅睇法，亦都希望咧選委能夠咧聽完咗呢一個嘅論壇裏邊嘅資料同埋對幾位候選人嘅睇法同埋佢嘅所作所為之後咧，可以有一個立體嘅決定。咁呢位3位候選人，大家亦都會清楚㗎啦，亦都係喺報章上面經常見到啦。包括咗咧就我右手邊嘅唐英年先生啦，另外一位咧就係何俊仁先生。咁咧就仲有一位咧就係梁振英先生啦。咁就因為佢根據佢嘅説法咧，就係今日下晝咧先收到電郵，泛民主派。可唔可以唔好噓我啊？泛民主派嘅職員同埋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寄咗電郵過去，咁但係其實咧有啲朋友咧已經講咗咧，佢3日之前已經致電咗俾佢提出咗，咁可能佢3日之前同埋佢今日睇到嘅消息對佢嚟講係有唔同嘅演繹啦，咁亦都唔好介意佢究竟個消息點樣啱或者錯，亦都無謂糾纏，因為最後佢今晚係趕嚟嘅，咁我哋希望大家都要欣賞佢嘅一份勞力同埋努力，好唔好？咁所以咧就希望一陣間等佢嚟再大家去辯論啦。咁咧就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再講一次啦，我哋呢個係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合辦，同埋民主派、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一齊合辦嘅一個2012年行政長官嘅選舉論壇。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哋就有2個最主要嘅環節。第一個環節咧就係3位候選人啦，就應該係3位啦。咁我而家在座有2位啦。咁咧就佢哋每人咧有3分鐘嘅自我介紹。咁同埋咧佢會將佢嘅政綱啊，或者佢對一啲嘅令到選委都會覺得係重要嘅資訊嚟講出嚟啦。不過咧，我哋咧今晚嘅規矩係好死嘅，就係點咧？就係3分鐘聽到鐘聲先好發言。如果你之前開始發言咧，變咗我哋計唔到呢個時間。咁咧就聽到鐘聲之後發言，到2分半鐘咧，我哋嘅第2下嘅鐘聲咧就話俾發言者聽咧，係2分半鐘就到咗啦。咁然後去到2分55秒咧，就會第3下鐘聲。到第4下同埋第5、6、7下嗰啲連串嘅狂嘅鐘聲咧，就即係話已經唔想俾你再講啦，好唔好？咁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尊重呢個規矩。咁咧成晚嘅程序裏邊咧，都會係用同樣嘅方法，無論你係候選人又好，或者係選委又好，或者係其他一啲關心嘅朋友都好。如果你發言嘅話咧，咁樣你就要遵守嗰3分鐘嘅時間。咁今晚咧，除咗台上有3位嘅候選人嘅發言之外咧，台下嘅選委同埋其他朋友咧都可以問問題嘅。我想問大家有邊位朋友係想問問題，但係仲係未將你嘅名字擺落去我哋嘅抽籤箱裏邊？請舉手。如果冇咧，咁我就當大家都已經將你想發言問問題同埋同候選人對話嘅意欲咧已經表達咗啦。咁一陣間咧，當3位朋友咧，3位候選人啦，佢哋已經講完咗佢哋自我介紹之後咧，我哋就會進行第1輪嘅抽籤。第1輪嘅抽籤咧，我哋先揀6位朋友。咁講咗你嘅名之後咧，麻煩大家啦，請你咧辛苦啲都好，將你自己咧移動過嚟我哋前面左同埋右邊各3個位置。咁我哋希望啲時間能夠唔需行嚟行去。咁我哋嘅大會咧就有工作人員將支咪排俾你。咁我哋發言嘅次序咧，你自己坐咗先啦，到時咧就係先左後右咁輪流會發問5分鐘，每人5分鐘，包晒所有。你問得長咧就聽得少，你講得多嘅咧就唔知道啲候選人會有啲咩反應。咁所以你自己決定，我亦都無謂阻礙你哋嘅發問問題嘅時間。咁但係如果問完咗之後，我想你做多一件功夫，做多一件事，就係你講清楚你係想問3位啊，
係2位啊，定係1位？如果係3位嘅，你有冇選擇想問邊個答先？咁如果你冇咧，咁就由我去揸主意，等3位候選人輪流去回應你嘅問題。夠鐘4分30秒咧，我哋就會有第2下鐘聲。4分55秒咧就第3下鐘聲，跟住到夠鐘就會狂叮㗎啦。咁所以你都係記住聽到鐘聲先去發言，好唔好？咁我哋就會計5分鐘。咁呢個程序咧大概去到係8點50分。咁我哋盡可能咧希望有3到4轉嘅抽籤啦。咁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咁我哋就係可以進行到4轉嘅抽籤。咁就視乎時間而定。大會裏邊嘅參與嘅朋友、選委或者其他嘅有心嘅人士，有冇問題需要問今晚嘅規則咧？如果冇咧，係我代佢答啦。你係咪搞事喺度？好啦，咁咧就為咗今晚公平啲，咁我哋希望能夠咧就盡量遵守我今晚嘅主持嘅指揮咯，好唔好啊？麻煩大家，咁希望大家亦都聽到鐘聲嘅，就盡快完結咗你嘅問題，好唔好？咁咧就喺我嘅右手邊咧，第一位咧就唐英年先生。咁我哋就先由唐英年先生開始佢嘅自我介紹，3分鐘，記住聽到鐘聲先好開始。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嘅論壇咧就真係好有意義，因為今屆特首選舉咧，大家候選人一齊坐低嚟傾公共政策嘅機會咧，可以話係少之又少。所以選舉要重回正軌咧，選舉嘅候選人應該係身體力行，就唔可以得把口嘅。首先咧，我重點講一講我嘅施政理念，係強經濟、創就業、扶基層、壯中產。如果我當選行政長官咧，新嘅政府將會成立中產專責委員會同埋社會共融委員會，以及將現時嘅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咧係升格嘅。透過呢3個委員會咧，係繼續深化我嘅理念，提出更多措施嚟強經濟、創就業、扶基層、壯中產，導致增加社會向上游嘅機會。呢個係我施政嘅總體目標。點解壯大中產係咁重要呢？因為有一個強大嘅中產，就有一個強大嘅香港社會，先至能夠鞏固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所以我提出嘅構建欖球型嘅社會咧，係令到基層係有機會向上游，成為中產嘅一員。而教育係重要嘅一環，增加教育開支到本地生產總值4%以上。我哋可以增加大學學位，令到每4個人有1個可以讀到大學啦。喺中學小班嘅先導計劃啦，15年免費教育等咧，都係要加大投資教育。因為我自己好深信投資教育就係投資未來。喺基層嗰方面咧，教育係可以解決跨代貧窮，但係基層家庭佢所面對嘅生活困境咧，係要立即有行動嘅。亦都唔可以等，所以全民退休保障爭論多時，到而家仍然未達到共識。我認為我哋係需要2條腿走路，先每月俾多3000蚊呢個退休金俾啲合資格嘅老人家，做咗先，由政府公共財政承擔。日後係咪要擴大到全民？係咪由大家供款？大家可以繼續傾，就千祈唔好因為供款又或者係同 MPF 嘅關係等問題咧，係卡住唔喐嘅，咁就麻煩㗎啦。因為勞工方面咧，我亦都提出藍領同埋白領嘅假期係睇齊17日有薪假期，有薪產假可以去到12個星期，同埋放寬交通津貼嘅入息限額等嘅。喺經濟方面咧，本土經濟係要靠中小企，適度咁樣輔助嗰中小企係有必要嘅。呢一種做法並冇違反市場主導嘅原則。好啦，夠鐘啦，多謝晒，多謝唐英年先生。咁到另一位參選今次特首選舉嘅何俊仁先生，聽到鐘聲先開始。各位朋友，我利用短短嘅3分鐘時間咧，盡量去突顯我作為一個民主派嘅候選人，同埋2位建制派嘅，亦都係被欽點可以入閘，同埋被指定可以接受嘅候選人嘅分離。第一，我哋係好堅定
要爭取盡快落實雙普選。我哋要爭取係要最遲喺2017年係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要確保提名嘅門檻絕對係要低過依家現時嘅門檻，以及咧係不能預設任何嘅篩選機制嚟到咧係篩走不同政見人士。第二，不遲於2020年係必須廢除功能組別，因為功能組別咧無論任何形式嘅修改都係不符合普及同埋呢個平等嘅原則。我哋會盡量爭取，如果係可以提早取消功能組別更加好。但係2016年，我哋希望要取消晒分組點票。我哋亦都希望，亦都要全力要見到咧，就係透過一次過立法，能夠咧喺未來嘅盡量1-2年之內咧，能夠解決到政改嘅問題。我哋係好清楚表示，23條嘅立法係應該只係透過一個全面由普選嘅立法機關嚟到完成。我哋信任一個民主嘅制度，我哋唔信任一個小圈子產生嘅特首嚟到制定一條咁重要嘅法律。另外，我哋好相信能夠堅守高度自治嘅原則係非常重要。特首如果係有民意嘅基礎、有民意嘅授權，係絕對應該係有勇氣、有原則咁樣對一啲係不正當嘅、不合法嘅中央官員嘅干預係要說不，包括到最近中聯辦嘅文宣部部長郭鐵川一而再再而三批評香港大學嘅民調，呢啲係干預香港嘅學術自由，亦都係對唔成熟嘅自駕遊，我哋縱使係知道簽咗粵港呢個咁嘅合作協議，我哋都要說不，因為呢個係冇足夠嘅共識同埋支持。我哋都係要努力爭取，係要解決雙非嘅問題，但係唔應該係透過呢個釋法去到解決。其實大家知道釋法係對香港嘅法治、對香港嘅司法獨立、對我哋嘅終審庭係造成好大嘅衝擊。釋法係應該透過基本法第158條第3段呢個程序，透過呢個終審庭嚟進行啊。所以呢點我哋要堅守嘅。多謝。多謝何俊仁先生。想知道有冇人仲係未將你想發言嘅自己嘅名字擺落嚟呢個抽名箱？咁咧，如果冇咧，我哋希望大家都見到呢個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嘅一個抽名箱，係透明嘅，所以應該唔會係有黑材料喺度。通識啊，梁振英。咁咧就希望我睇到大家嘅名咧。第一位咧係黎敬偉先生，麻煩你褪一褪出去你嘅左手邊。第二位咧係張超雄，大條子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手科係做馬，因為第三位係何寶英，兩位都係我哋同事嚟。有一位莊陳友生，阿超雄你過嚟，我嘅左手邊好嘛？阿莊陳友，麻煩你去你嘅左手邊啦，我哋有大會工作人員會指導，揾位工作人員帶一帶阿莊陳友，因為啲電線。郭婉儀有冇啊？郭婉儀喺邊度啊？介唔介意你兜個少少嘅圈嚟呢邊？因為嗰邊已經應該有3位朋友，呢度得阿張超雄一個。咁我哋咧先左後右，你哋邊個準備發言先咧？陳宇祥，麻煩你由嗰個嚟啊，好嗎？咁咧我最簡單，我想抽一個出嚟。莊陳友就阿張超雄你發言先，你而家趁有時間，莊陳友第2位好唔好？好，係我黨嘅張超雄，就在座2位候選人，我哋都想問下咧，頭先何俊仁都提到呢個20條立法嘅問題，咁我哋好想知道咧，2位候選人，包括咗3位，其實即係梁振英未到啦，我哋都問清楚候選人咧，
有冇承諾過向喺任內會推行23條立法？咁何俊仁其實就已經講咗個答案啦。而如果無論有冇承諾，請你都表達下你對23條立法嘅睇法，同埋會唔會喺任內推行？如果我係有機會當選，相信已經係全部補選嘅啦。咁啊會符合嗰個制定立法23條立法嘅條件，不過就唔係呢屆啦，係嘛？咁所以我就即係個答案就梗係嚟緊一屆係我認為係唔應該會有一個23條立法嘅制定啦。不過我再強調一樣嘢就係個基本法23條指定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咧係自行立法嘅。自行嘅意思就係話我哋睇咩嘅環境嚟到決定以咩形式嚟到立法。所以咧呢個絕對唔會構成一個話依家唔立法，或者呢段時間之內不立法就會一個違憲嘅情況。因為事實上我哋睇到有需要先至要立法，呢個特區自己決定嘅。因為我哋有足夠嘅法律嚟到維持香港嘅社會秩序同埋國家安全，係冇嗰個必要性。將來如果真係要立，由一個民選嘅立法機關嚟到審視嘅情況，自行決定下。我想講清楚咧，行政長官係有憲制上嘅責任就基本法23條立法嘅。呢個係一個重要嘅議題，唔可以置之不理，亦唔可以咧盲目咁樣強硬去推行。23條立法咧，以前有人話係傳媒頭上一把刀，但係一直唔正視，亦都唔處理呢個問題。而家咧就好似變成政府嘅頭上一把刀咁樣。回歸以嚟，我哋香港一直受呢個問題困擾，但係當時亦都因為夾硬嚟，搞到咧幾廿萬市民上街嘅，造成社會嚴重分化，市民咧亦都產生恐懼，中央同社會之間由此係產生咗解體嘅。所以無論邊個做特首，都一定要解開呢個結，既唔可以迴避，而再夾硬嚟咧，亦都唔會有好嘅結果嘅。所以大家必須要有共識。我做政府咁多年，一直都有跟進呢個議題，充分了解到問題嘅症結。我有信心，我可以同社會各界去處理好，解開大家嘅恐懼，又可以迎刃而解。更加重要嘅咧，就係要令到香港同中央政府係建立一個真真正正嘅互信。係咁唐英年先生，如果照你頭先咁講，你話唔會迴避，你會向各界即係解開大家嘅恐懼，咁即係咪顯示你會打算喺如果你當選嘅話，你會喺任內開始推動23條立法？正如我剛才所講咧，行政長官係有一個憲制上嘅責任去立法，但係幾時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立法咧，就要喺大前提係社會上係要有共識。咁所以呢一個課題，我覺得我哋唔需要迴避但係亦都唔需要話定一個死線，幾時一定要立法。我想再問清楚咧，唐生你嘅所謂社會共識究竟係咩意思？點樣先至為之有一個社會共識？呢個課題，我相信社會共識咧係好容易可以測試得到嘅，因為如果只要你將個課題擺出嚟去討論嘅時候咧，就會聽到市民嘅聲音嘅。我哋嘅立法會議員葉劉淑當年作為保安局局長咧，佢都覺得佢有社會共識係可以已經推23條。如果呢個標準咧，就即係任何時間都可以推。請問阿唐生呢啲標準？正話我剛才其實答咗呢個問題嘅。好啦，多謝張超雄生，亦都多謝阿唐英年先生。咁咧，麻煩嗰邊我台嘅右手邊嘅記者朋友，你小心少少，因為條線可能會擊到你哋。咁我哋跟住嗰位咧應該係莊陳友先生先嘅。跟住咧，我哋翻過嚟呢邊就阿陳宇祥。聽到鐘聲先開始。係有兩條關於社會民生嘅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大家都知道我哋老人院、傷殘人士院舍各種呢類嘅服務咧，弱勢社會嘅服務咧，都係嚴重不足，等候嘅年期咧由5年至到10年。
請問各位，我哋要幾多年先至可以消除晒呢啲嘅等候，令到有需要嘅人呢係得到服務？咁呢個第一條啦，如果你答完再有時間，我先講下老人金呢個問題。點解我哋要等咗咁多年都未做到呢個老人退休保障？係。我哋今次揾阿何俊仁答先好嘛？好啊，多謝阿陳友呢個問題。其實真係講到老人家嘅照顧咧，香港真係覺得係恥辱嚟嘅。好多需要接受院舍照顧嘅老人家咧，係冇辦法能夠等得到入院，就係喺悲哀孤獨之中離世。就我諗阿陳友一定會比較清楚嗰啲數字啦。就係護養院咧，要超過7年，7年幾8年先至入到去。護養院嘅意思就係嗰啲全部係冇能力照顧自己，可能連沖涼、連去飲食自己都冇辦法要人哋照顧。咁試問，如果係嗰個家庭嘅經濟環境惡劣嘅，佢仲要負擔照顧嗰個咁嘅老人家，佢會幾辛苦咧咁樣？唔慌，我哋希望睇到呢啲咁嘅家庭要喺貧困，而啲老人家亦都係冇辦法得到悉心照顧之下，咁樣嘅生活嘅環境係繼續落去咩？咁所以咧喺立法會裏邊咧，我哋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多次要求係要訂立指標。政府每年即係擠牙膏話增加幾百個係唔足夠嘅，我哋要求新嘅規劃咧係能夠帶動起到新嘅院舍，然後呢啲院舍咧係由非政府組織或者福利機構嚟到咧係營運。確保咧係有一個指標，我覺得2年到3年到嘅時間係頂多係2年到嘅時間，我哋係可以係作為一個指標。咁然後咧亦都係咧對一啲最有需要嘅人，當然係要俾佢係能夠即刻可以入院啦。如果真係已經完全冇晒照顧嘅話，咁所以我覺得以今日香港政府佢嘅財政嘅盈餘嚟講咧，佢係可以做得到嘅，亦都喺好多新嘅發展新嘅規劃，只要你指定一啲嘅所謂 GIC 嘅用途，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再唔講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建築物其實係荒廢嘅，從一啲我覺得可以符合安全條件嘅工廈嘅改裝，以至甚至好多建築物或者係被荒廢嘅學校其實被殺得校都好多啲建築物係亦都係可以要嚟咧係做一啲臨時嘅護老安老院，直至到有新嘅發展，留翻少少時間俾下位喎。喺我嘅政綱當中咧，我係寫用目標為本嘅。點解用目標為本咧？我哋而家現時公屋上樓係話3年作為一個目標。點解對老人家我哋唔可以用目標為本咧？所以我係完全認同，我哋應該訂立一個指標，就係幾耐。老人家等幾耐就應該可以有床位，唔係話等到佢終老都冇床位。對於一啲老人家，剛才阿陳友講到嗰個退休保障計劃，就正正係我開場白所講嗰3000蚊。如果你話我哋等到而家，如果你話我哋開始諮詢，而家諮詢又諮詢，討論又討論，研究再研究，唔知幾時先可以做到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以我哋2條腿走路，行一步先。俾一啲合資格嘅老人家3000蚊，由7月1號開始就要俾佢，咁樣對於呢啲老人家可以改善佢哋嘅生活，亦都唔使等呢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嘅諮詢，亦都可以話係行咗一步先嘅。咁咧就希望唐英年先生咧，可唔可以解釋一句咧？過往政府點解做唔到呢個指標？未來點解你咁決心做得好指標？唔好意思啊，冇時間啦。好啊，咁到呢邊到我嘅左手邊陳宇祥先生，咁聽到鐘聲，你哋先開始。係你好，陳宇祥，係啦，咁係一個社工嚟嘅。咁咧就我估咧就即係過往政府咧，其實嗰個施政諗法其實都係滴漏理論，係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睇翻過去10年咧，其實人均 GDP 咧升咗30%，係啦，咁但係個入息中位數咧只不過升咗1%到啫，係啦，咁我就想問咧就係兩位候選人
如果真係當選咗之後，會唔會進一步改革真係稅制係啦？咁啊呢個第一，即係會唔會推行累進稅啦？甚至乎咧，而家美國係講緊巴菲特稅嘅，咁香港會徵收李嘉誠稅咧咁樣係啦。咁啊第二條問題咧就係咧，你認唔認同咧？其實香港政府咧應該要做多啲再做好嗰個再分配嘅角色係啦。咁啊而家咧其實以往嘅財政司咧咁啊限咗咧嗰個公共財政咧唔可以超過 GDP 嘅20%，可唔可以超過咧？而家政府有冇一個指標咧？兩位候選人係。你剛才講嗰個舊財政司司長咧，嗰個係我嚟，係我哋唔超過20%，因為我定嗰條指標嘅時候咧，政府嘅預計財赤係接近600億，但係經過4年嘅共同努力、共度時間之後咧，我哋能夠將600億嘅財赤轉變為接近600億嘅盈餘。呢個係市民嘅共同努力、共度時間嘅成果，亦都建立咗一個好穩固嘅基礎。所以咧，順帶亦答翻剛才莊陳友嘅問題咧。我做扶貧委員會嘅時候咧，係已經係identify 咗一群組嘅老人家，佢哋既攞唔到綜援，又唔係好多積蓄俾佢哋使，咁所以咧，佢哋係好冇安全感嘅，生活只係靠啲生果金嚟過活。所以我哋一早係 identify 咗呢一個群組，但係一路都點解唔做咧？就因為咧係相當之貴。我哋預計有30萬長者會得受惠，而係第一年咧係要66億元嘅。預計到每4個長者，每4個人有1個長者嘅時候咧，總開支大約200億元。所以以今日嘅財政狀況咧，我哋係可以負擔得到。所以咧，而家先至建議嘅。對於稅制，對於政府嘅公共財政咧，我諗我過往係用8個字，我而家都係用呢8個字，就係應使則使，應慳則慳。喺使嗰方面咧，我知道喺我整份政綱裏邊，我係提咗有一系列嘅使錢措施，但係因為我做過財政司司長，我係熟悉每一樣嘢，我 cost out 係幾多錢，咁所以咧每一樣嘢都係講得出做得到。各位，如果應使得使嘅話，點解我哋依家個庫房有成13000幾億嘅盈餘？過咗6年尾，平均每年有500億嘅盈餘，拉勻啊，平均5年，仲有咁多窮人呢？仲有咁多人活喺貧窮線之下呢？仲有咁多老人家要去10方，係溫飽有問題。點解仲要有衰仔紙咧？你知衰仔紙係咩啦？你都講過啦，係嘛？點解會有呢啲嘢咧？對唔住，係我哋政府對啲窮人唔住。如果咁幼稚，如果政府都窮冇得講，如果政府水浸都搞到咁樣，搞到咧我哋係俾出邊啲人權團體、俾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評，我哋香港人咧真係覺得恥辱。咁唐先生係扶貧委員會，咁你係提早收工將個扶貧委員會。其實貧窮係一個嚴重嘅問題，而貧窮同埋貧富懸殊係同時存在，更加係一個恥辱嘅問題。因為我哋貧富懸殊係全世界先進地方嚟講首屈一指，係0.533。我哋啲富豪咧係世界富豪榜裏排列10名內，唔知好多即係好多個咧係世界知名嘅。但係我哋窮嘅人100幾萬係喺貧窮線之下，所以我覺得第一。即係唔使咁驚話，一定要我哋冇錢去扶貧嘅，我哋有好多錢係可以扶貧，每年嗰幾百億，其實好好地用就已經改善到好多窮人嘅生活。另外一樣嘢咧，嗰個貧富咁大嘅懸殊咧，我覺得政府係有啲責任，我同意唔應該係咁樣嘅。所以咧，我哋一路都贊成咧係引進多啲嘅累進稅，大嘅企業交多少稅，如果賺好多錢嘅人係應該交多啲嘅入息稅、薪俸稅係應該嘅，我覺得。挖多幾個窿。我想問，咁我估即係我希望唐生再回應翻，即係會唔會改革稅制呢個問題？咁第二咧就係會唔會有多啲嘅措施咧去做即係扶貧嘅效果，做好再分配嘅角色，譬如低收入補貼、家庭補貼。譬如咩啊？低收入家庭。幾鬼叻啊！譬如咗之後問清楚就冇咗啦，所以你哋盡可能呢啲題目精簡少少。咁我希望梁振英先生嗰啲助選團嘅朋友快啲打電話叫佢過嚟，因為已經進行咗半個鐘頭啦。我哋其實都等得佢好心急。
咁耐先難得有第二次嘅3個候選人一齊坐埋度。咁跟住嗰位咧就係黎敬偉先生，聽到鐘聲開始。咁啊，民主青年咧嘅我哋除咗關心社會政，我哋都係好關心香港民主進程啊、民主將來發展。跟進翻頭先張超雄先生要有社會共識嘅時候，先至去考慮係咪落實23條。咁其實，不如我調翻轉頭，我唔問你幾時先為之一個社會共識啊？你贊唔贊成何俊仁先生或者我哋民主派議員所講，等到全面普選之後，即係無論行政長官又或者立法會議員，全部都係全面普選之後，先至去推行呢個23條立法。唔該。係咪兩位都問㗎？定其實係問唐英年。OK，因為唐先生，我想問埋梁振英啊，不過佢唔喺度。一陣間補翻啦。多謝你。唐生你好。正話嗰條23條咧，正話我話都答咗幾轉㗎啦。不如咧，我哋等埋阿梁生嚟一齊問都好。唔係，咁不如淨係你答咗先，你贊唔贊成何俊仁嘅講法，或者就係民主派嘅議員嘅講法，等到全面普選先至落實或者推行呢一個23條立法？好簡單啫，贊成定唔贊成？其實呢個問題好簡單嘅。我係講翻我一開始嗰場嗰一番説話，就係咧，而家市民點解會對23條會產生恐懼咧？就因為在上一次係夾硬推係冇好結果嘅，結果幾廿萬人上街，所以係咩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就係話大前提係需要有社會共識。社會共識未必一定係要等到，未必一定係要等到全民普選。就算全民普選之後，亦都唔係一個必然嘅關係，佢會到時咧就會有社會共識嘅。所以我唔會將兩樣嘢會得加一個等號咯。我係會認為我哋唔好迴避，我哋憲制上係有呢個責任。中央政府將呢個權力俾咗特區政府咧，我哋唔可以迴避一個課題嘅，但係呢個課題亦都唔可以夾硬嚟。我都想回應呢個問題啦。我想你最可靠嘅方法揾到社會共識咧，就係真係你嗰個立法嘅機關咧係有民意嘅，即係有即係全面嘅民主基礎，呢個係最穩定，所以最穩陣嘅。所以咧，我要用一個全面普選嘅立法機關同埋全面普選嘅行政長官。咁咧就因為如果唔係呢個咁嘅共識啊，可以任你去到自己去製作㗎嚇，甚至你自己去演繹。不過當然仲有一個方法，我諗有啲你都會同意，我相信張超雄都會好同意嘅。真係再揾共識就係全民投票啦，係咪啊？全民投票話有呢個過半數嘅香港市民都係接受嘅，都係一個好穩陣嘅方法啦，係嘛？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考慮嘅。我唔知啊，唐生點諗？我仍然係覺得咧，呢一個問題個大前提一定係要有社會共識。呢個社會共識咧，唔係話一定係同民主進程係掛鈎。有冇追問啊？冇追問，不過講少意見，即係我覺得唐生佢嗰個回應咧，好似比以前進步咗少少。因為以前佢就會話點解要捍衞呢個核心價值？因為呢個係最核心嘅核心價值。咁佢今次就話呢一個嘅民主進程咧需要有呢個市民共識，因為即係佢會講得一樣，唔係因為原來要有共識咯。咁我覺得幾 appreciate 佢有少少嘅進步。多謝。仲有半分鐘喎，唔需要，多謝。好啦，到呢邊郭婉儀。你好，唐生。首先希望你可以設立種子基金，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所以同呢個嚇。好，不過陣間攞翻走得。好貴啊呢個。
我唔想去冧量同埋好貴。我好簡單嘅，阿唐英年先生，我想問下你咧，請問你係咪有錢咧就可以去滾咧？係啊。我老公去滾佢都夠膽認，你夠唔夠膽認你滾過幾多個女人咧？不過唐生呢個問題，你真係要諗清楚先有答案。我冇任何力量阻止你，你可以唔選擇唔答嘅。我係承認過我感情上係有缺失，我亦都覺得呢一個係大家值得鼓掌嘅事情。我太太原諒咗我哋而家兩個嘅感情係好堅固。關我咩事啊？你睇，真係問緊你究竟滾過幾多個女人喎？但係咧，我唔會答任何牽涉第三者嗰啲問題。數字咧亦都係無關，因為呢啲係我唔想牽涉無辜嘅其他人。佢哋係無辜嘅，你出去滾佢哋就無辜。阿郭婉儀，你有冇問題會問啊？何俊仁。你始終唔肯答我問題啊嘛！我而家淨係問佢夠唔夠膽認你滾過幾多個女人啊嘛！我就係想你正式答我呢個問題啫。唔記得咁多啊佢。我唔會答你呢個問題嘅。咁我冇嘢問啦，你都唔肯答喎，滾數完又唔肯認。買數又唔認啊！仲有3分鐘喎。不過。嗱，呢位女士，我覺得咧，嗱，你揸住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嘅，但係你問一個問題，退休保障係我有關係㗎，因為我哋冇保障㗎，我哋婦女冇保障㗎，因為你啲男人多啊，成日去滾啊，所以要全民退休保障啊，保障我哋啲女人啊，明唔明啊？我哋停一停個鐘先好嘛？阿唐生係停咗鐘先，唔使咁大聲大家，因為梁振英先生到咗，我哋請阿梁振英先生就上嗰啲。我哋咧就正話咧，仲有應該大概係2分半鐘到咧，係阿郭婉儀㗎。我想知阿郭婉儀佢走咗啦嘛？你有冇嘢真係仲想問2位甚至3位候選人嘅？你留翻2分半鐘，如果係問阿梁振英先生，梁振英先做咗個自我介紹先好嘛？好，咁我哋爭你2分半鐘。咁咧就各位記者朋友，我哋先俾3分鐘時間阿梁振英先生講一講佢嘅自我介紹。因為規則咧，一陣等你介紹完之後，我再詳細同你交代下，好唔好？請開始，叮咗之後你先講。好，預備。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先向大家道個歉，一個呢就遲到，第二個呢呢場論壇呢要等到好後期先能夠接受大家嘅邀請。因為正如我上個禮拜同阿湯家驊先生喺電話講，仲有另外1、2場論壇嘅主辦者講，我話想睇埋星期6立法會嘅專責委員會就西九事件邀請我去同佢哋一齊研究喺西九事件嗰度我嘅角色嗰個問題，睇下呢個專責委員會呢係幾時呢係邀請嘅傳召我上去。做呢個研究，咁我就知道呢個禮拜我自己啲時間點。咁星期6呢就知道咗我出場嘅時間呢係20號朝早。咁所以呢個禮拜呢，我其他嘅活動調整一下呢，就能夠嚟呢度。梁生，你剩翻2分鐘介紹你嘅政綱。我嘅多謝何生。我嘅政綱呢係一個俾香港均衡發展，亦都均衡。參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機會嘅政綱，呢個政綱亦都係一個執政嘅政綱，意思就係話呢，唔係淨係一個選舉嘅政綱。呢個政綱喺我議就嘅過程當中呢，我請教咗好多專家學者、前官員嘅意見，而且2個幾月前呢就出台時間比較早，出台之後呢。我到處聽市民嘅意見，然後咧大概1個禮拜前定稿，然後咧赴日幾日前咧開始派發俾大家。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收集咗，亦都凝聚咗
社會嘅智慧，包括民間嘅智慧，呢度裏邊有地區嘅，有行業嘅，亦都有不同階層嘅智慧。我政綱裏邊有啲地方增餐潤色呢，事實上亦都係一般市民提出嚟意見。譬如話呢，點樣發展地區經濟？譬如話呢，係咪喺市場容許嘅情況底下，供應比較充裕嘅情況底下，我哋嘅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低息或者免息俾中產人士買樓等等？喺經濟發展方面呢，我提出政府需要適度有為，用好國家發展嘅機遇。再30秒。用好國家嘅發展機遇，使得咧我哋嗰個經濟咧可以有比較高速度同埋持續嘅發展。而我哋利用呢個高速度同埋持續發展嘅經濟成果咧，嚟到解決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包括咧主要係同經濟相關深層次矛盾，包括你嘅房屋問題，包括我哋嘅仲有5年貧窮問題等等。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比較均衡嘅政綱，但係咧請多謝梁先生。係，我係社福界選委何寶英。剛才咧梁先生提嘅深層次問題，包括貧富懸殊或者係呢個地產霸權咁啦。其實我覺得咧，回歸以嚟咧，我哋市民嘅好多嘅不滿，對於社區特區政府嘅不滿咧，都係同我管治理念有關嘅。咁係乜嘢咧？最主要就係我哋政府嘅施政太過傾向大財團、地產商同埋啲呢啲特權人士嘅利益，但係咧就忽視咗咧民生嘅發展。你睇翻我哋嘅主要好多嘅經濟即係社福界嘅一啲嘅議題同埋嘅發展咧，都係既冇願景，亦都冇長遠規劃。我個問題咧係想問唐先生同埋梁先生，就話：假如我哋有一啲嘅政策係好明顯地咧係大財團同埋市民嘅利益咧係對立嘅，咁你哋會唔會出賣香港人咧？會唔會將即係傾向咧係將個利益咧？係偏重於大財團或者係地產商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不如問咗呢個先好嘛？咁先請梁張先答先。我一直十分關心香港嘅貧窮問題。我係喺社會上其中之一個比較早點出，而且仲係比較科學化咁去分析貧窮問題，而且提出一啲主張去解決貧窮問題嘅一位。我亦都係喺房屋問題嗰度係較早嘅位係指出香港有嚴重嘅，而且係局部惡化嘅房屋問題，提出咧係復建居屋。喺呢兩個問題上咧，社會上唔少嘅工商界人士持一個唔同睇法，但係經過大家喺社會上嘅討論論證咧，我哋係能夠有一個比較一致嘅睇法，因此咧，我哋最低工資係能夠立法，跟住咧能夠實施。因此咧，現在大部分嘅工商界人士，包括地產商咧，都同意我主張復建居屋同埋咧係增建公屋。我自己基本嘅睇法就係乜嘢咧？社會上有呢啲矛盾，我哋係可以經過喺社會上大家理性嘅討論，係尋求一個一致嘅解決辦法。我經常講，我話香港作為一個社會，如果我哋要讓工商界能夠或者工商界佢哋自己想繼續發展落去，能夠長做長有，使得佢哋嘅事業能夠不斷壯大嘅話呢，我哋需要一個穩定嘅環境。而呢個穩定環境嘅前提呢，就係要讓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感覺到經濟發展為佢哋帶嚟嘅好處。咁嘅情況底下呢，香港市民先至會支持香港嘅經濟繼續發展落去。呢個唔單止係香港經驗，亦都係外邊嘅經驗。唔該。喺我嘅整個關懷老弱互助互愛嘅政策度咧，我係個核心思想係要同社福界構建一個伙伴關係。呢個伙伴關係就係能夠進一步點樣去優化整個社會保障制度，包括規劃、訂立指標同埋訂立時間表。我喺剛才有講過，就係我哋而家現時社會上有唔少深層次嘅矛盾係需要解決嘅，當中房屋問題係其中一個，但係房屋問題不但只係要復建居屋同埋加建公屋，我亦都係訂立咗一個用指標目標為本嘅方式，喺現行嗰未來5年嗰75000個單位加建多4萬個單位，咁樣係不但只可以做到3年上樓，
更加係可以有條件係進一步檢討，去調低到2年上樓，因為要解決房屋問題，有安居社會先至可以樂業。第二方面呢，我亦都剛才提出嗰3000蚊，嗰3000蚊呢，就正正好喺大家社會未有共識做個全民保障退休保障之前呢，我哋係可以2條腿走路，照顧一啲有需要嘅老人家，數字係30萬個老人家，咁樣好多老人家可以即時改善佢嘅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自己剛才講過，我嘅屋企嘅家族生意咧係一個工業，係揼石仔嘅。我哋係靠實業一件一件咁樣去做出嚟，而我相信係促進經濟多元化、新興產業嘅目標係增加多10萬個就業機會喺未來嗰5年。呢一啲都係能夠改善社會整體制度，同時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俾年輕人嘅。多謝。郭婉儀，你有冇問題問3位台上嘅候選人？喂，唐生你好啊，正話因為我泰文所以就講得唔係太清楚。因為咧你啲男人太衰啊，成日去滾啊，搞到我哋呢啲貧窮婦女咧。真係日捱夜捱大2個仔，又冇強積金，又冇儲蓄，乜都冇。咁所以我先攞呢個全民退保嘅攞上嚟，希望你可以正式落實去推行全民退保。因為我哋真係好慘啊，我哋捱得好辛苦，就因為你啲男人成日去滾。所以有關係㗎，唔係冇關係。可能我講得唔清楚，我呢啲真係知識少啊，讀得書少。所以好希望唐生回應下你嘅全民退保好唔好？唐生會唔會對全民退保有睇法？我啱先講過啫，就係咧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我唔想研究完又研究，諮詢完又諮詢，又跟住唔知幾時先至可以有做成呢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每一個人工作幾10年後，佢應該有一個退休保障計劃，令到佢有一個專業嘅生活。咁所以我提呢個老人家嘅3000蚊，就正正係2條腿走路，先行一步，即時做，令到30萬老人家嘅生活可以即時改善。然後跟住我哋大家進一步再去討論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無論係供款也好，同 MPF 嘅對沖也好，點樣計都好。呢個我哋係有時間可以去討論，但係老人家係唔等得嘅。有人批評話我呢個計劃係過於進取，但係如果係咁樣過於進取，我願意接受呢個批評。老人家係唔等得嘅，係急不容緩，要盡快處理。我哋冇得派人保障。唐生，你始終都冇答我問題。你究竟滾過幾多次？滾過幾多個女人？跟住另外我都想再問一問阿梁振英先生，請問你如果你真係可以成為我哋即係特首咧，可唔可以落實真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因為我哋啲婦女真係完全冇強積金，又冇嘢做，咁老咗真係好慘。好啦，唔該啊，梁生。盡量縮短啲問題俾嗰個候選人係答唔到你嘅。咁呢個你係攞翻走定係唔攞翻走嘅？攞翻走好貴。攞翻走。如果一陣有人話你唔公道，一個送個細，一個送個大嘅。第一位咧係毛孟靜。第二個咧係我覺得完全係有天意，係我哋係嘅同事丁惠芳。我哋已經有中咗3個。我想知咧呢一張咧係阿黃世澤定係你寫條問題嚟？你係真係會問問題嘅嘛，黃世澤？好，第3位係黃世澤，喺嗰邊。第4位係林子健，林子健你喺邊啊？不如你嚟埋呢邊啦。咁咧呢度有3位，呢度係丁惠芳、林子健同埋毛孟靜。盧超群喺嗰邊。最後一位咧係陳仁鑑喺邊度啊？陳，麻煩你出嚟。陳鑑，你麻煩你出嚟呢邊，你喺前台行啊你。
咁我哋先由毛孟靜先左後右，毛孟靜開始問先好嘛？我第一個問題係問唐生嘅，就喺1月份嘅時候咧，無論係公開抑或係私下咧，你俾人嘅感覺你就即係講俗啲咧係坐定粒六，你係已經係選咗咁滯㗎啦。梁振英咧就係陪跑嘅啫，何俊仁就嚟搞局嘅啫，你係已經掂咗㗎啦。後來發生咁多嘅事，你自己有冇一個感覺咧係有人有組織地嚟即係打低你嘅咧？呢個係我第一個問題。我係公開講過，呢一場選舉係艱巨嘅，亦都充斥住一啲有組織、有系統嘅負面醜聞嚟攻擊對手，令到整場選舉咧係個公信力同埋整場選舉嘅嚴肅咧係受到嚴重嘅衝擊。你唔認為係新聞自由嘅我係講過話咧，我係好希望整個選舉能夠重回正軌。不過我喺上個星期五法律界嗰個論壇嗰度咧，我都有講過呢幾句説話，我都借今日呢個論壇你可能冇聽到。你唔好重複咁多。你聽我講先我哋有講就係話咧，諗啲第二啲嘢講。我相信今次呢個選舉咧，最震撼嗰個場面啊，就係嗰扎傳媒嘅升降台喺我約到屋企嗰度入，但係就算我同我家人係受咗好大嘅壓力，但係我係堅信新聞自由，因為呢個係我哋言論表達你唔係話垃圾啊你啊嘅核心價值之一嚟。咁你話垃圾啊嗰時話？再問一個問題。好啊。而家政府推出嗰個前擾法，由舊年12月中到呢個月嘅月底咧，就係諮詢期滿㗎啦。呢個政府你俾人嘅感覺咧就博大霧，趁你哋好多醜聞好唔得閒嘅時候咧，市民就冇人理前擾法。前擾法如果過咗咧，以後喺你屋企門口嗰啲吊臂係肯定失蹤嘅。你而家係咪認為前擾法係可以保護到你咧？我亦都同一個問題係想問阿梁生嘅，前擾法係咪最起碼應該係豁免新聞界？不如俾阿梁振聲答先好嘛？我尊重新聞自由。過去30年咧，我唔單止配合新聞界嘅採訪工作，同時咧係十分依靠新聞界咧，通過新聞界咧將自己對啲問題嘅想法，包括在咧競選嘅理念同埋政綱咧向全香港社會公佈嘅。前擾法嘅問題咧，我認為唔應該係針對新聞界嘅。前擾法嘅立法過程，如果你認為豁免嘅問題，我哋可以商量，但係新聞界新聞自由咧係我哋要尊重同埋堅守維護嘅。我唔認為政府有乜嘢特別必要好似阿 Claudia 你頭先暗示咁樣咧，就為咗政府或者政府公職人員，好似我曾經做過公職人員一樣咧，而立呢個前擾法。我唔覺得喺我過去嗰20幾年公職生涯當中咧，新聞界採訪對我嚟講係一種前擾。我哋係必須要確保新聞採訪係得到自由，咁就點樣可以保障得到新聞採訪自由？所有一切嘅考慮，我都會正面積極考慮。如果有前擾法，就你屋企門口嗰啲吊臂咧會自動消失嘅。咁你支唔支持前擾法咧？我唔知道係唔係因為有咗前擾法，所以嗰啲新聞吊臂會消失，又或者冇前擾法，係咪嗰啲新聞吊臂係一樣會消失？我呢個唔敢講，但係呢，我嘅尊重新聞採訪自由，任何一切嘅條款都應該能夠尊重到呢個表達言論自由。仲有15秒，發脾氣啊你！你哋新聞界你挖深咗好多嘢。黃世澤，1個鐘開始。我呢個問題想問阿梁生嘅，因為頭先我喺網上睇到茶敘有關嘅內容，我自己頭先一個茶敘啦。咁問到就係基本法23條，你認為係咪應該要基本法23條立法？
如果你基本法23條你認為要立法嘅，你究竟目的係乜嘢？因為基本法23條好明顯對新聞自由極度不利嘅。我想你答到呢個問題。基本法23條係香港社會有嘅憲制責任，佢喺基本法裏邊作為其中一員咧，基本法另外159條一樣，都係我哋喺香港嘅憲制性責任。至於黃世澤先生你剛才講嘅基本法23條裏邊嘅內容嘅問題，咁當然咧要我哋立法嘅時候咧，仲要通過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裏邊辯論同投票，先至可以成為法律。但係無論我哋嘅23條立法嘅內容係乜嘢，大家知道香港嘅新聞自由同埋其他嘅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係受到法律同埋基本法嘅保障嘅。我追問啦，咁我會覺得幾不安嘅，因為近日大家都感覺到就係有一個叫做特務政治嘅情況出現。好多嘅材料嘅出現嘅情況，我做過新聞記者，係唔應該喺即係新聞記者係冇可能攞到呢啲材料。即係嗰啲已經係已經好類似水門事件深厚嗰種級數，即係聯邦調查嗰副局長嗰個級數至攞到嘅材料。咁我想問點解釋咧？同埋個第二個問題就係有關黑金值。我想問行政長官即係3位都同時答咗啦。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以及相關人員，應唔應該與三合會會員接觸咧？我哋問3位最先問咗梁振英先生。我同三合會嘅黑社會人員係冇接觸嘅，我喺社交圈子裏面，喺我嘅社交圈子裏面咧冇呢啲人。至於你講到特務問題咧，大家知道最近咧係有媒體咧係報我喺城市大學裏邊係咪有啲乜嘢利益輸送，咁啊後來證實唔係利益輸送。嗰個媒體報導嘅時候咧，就將城市大學嘅一啲內部文件，我哋會議記錄咧登咗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講話係特務行為咧，大概呢啲就係特務行為啦。有冇追問啊？你冇就俾阿何俊仁答先。我話如果我完全係應有黃世澤先生講嘅，我唔認為咧，我做過任何一啲特務嘅嘢，亦都唔係有啲咩特務咧做過我任何嘢。我覺得你剛才咧係嚴重啦。我認為我做有關嘅媒體登過呢啲文件咧，我都冇任何嘅投訴同埋抱怨。咁但係咧，媒體有媒體嘅辦法，同我無關。仲有2分鐘，何俊仁。我相信香港人咧係絕對唔會接受黑金政治。香港人一定要堅持我哋嘅選舉係要公平同埋係清廉嘅，即係絕對唔能夠有一啲勢力咧滲入去干預成個制度。咁所以依家目前發生咩事都好咧，我相信我哋大家都要支持係執法機構好好地嚟到做好調查，同埋能夠將個事實一切嘅真相俾大家知道。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一定會就係如果一個候選人係會同黑社會打交道嚟到攞呢個選舉嘅支持咧，咁就係好悲哀嘅一日。咁喺啲地區真係經常會有發現會出現嘅。咁就算係台灣啦，我諗嗰啲要好努力地咧，慢慢先使到黑金政治係退落嚟。依家其實都係喺台灣嚟講，因為大家知道多年嚟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留翻分鐘俾阿唐英年先啦。我哋而家香港有一個公正、廉潔、公平嘅選舉制度，來得不易。我哋係700萬市民多年嚟建立嘅一個有公信力而有公正嘅選舉制度，係不容有任何嘅衝擊嘅。所以如果係牽涉有三合會，不但只係行政長官或者其他嘅選舉，都唔應該有任何嘅衝擊。有冇追問？仲有15秒。我問啊，就係因為我對阿梁生個答案有啲唔滿意，就係你本人接觸黑三合會咧，但係你嘅支持者同埋你嘅選舉辦嘅人有冇同三合會接觸？係啦，俾梁振英，我哋俾多幾秒你。我叮囑我嘅選舉辦所有人員，同埋我呼籲我所有嘅支持者，要同我一樣堅守呢個原則，
就係我哋嘅選舉應該係廉潔、公平、公正、君子之爭。多謝。好，咁咧就到我哋台呢邊嘅左手邊阿丁惠芳博士，聽到鐘聲開始5分鐘。三位你好嚇。咁但係我以下嘅問題咧，其實就主要都係請阿唐生同阿梁生答啦，因為阿何生真係唔好意思，我知你都真係一力冇份㗎啦。咁啊，唔係一個第一個簡單啲嘅問題先，即係我係教書㗎，咁我希望你直接了答，直接了當咁俾個答案。第一個問題係問阿唐生嘅，如果你落選咧，係邊個最失望？落選咧係我自己會最失望。點解咧？因為喺20年前，當我入立法局，我係抱住一個服務市民嘅心去入立法局。之後喺20年嘅從政生涯當中，尤其是9年前、10年前啦嚇，2002年加入政府嘅時候，要同我家族生意咧完全切割咧，我都係抱住一個服務市民嘅心。喺今次呢個選舉過程當中咧，相當艱巨，有一啲時候咧，我乜嘢都會諗，但係最後我嘅決心喺邊度嚟嘅咧？個決心咧都係睇到我香港呢個地方，我哋嘅核心價值、一國兩制嘅完整性，我嘅服務市民，好多人都有呢個服務市民嘅心咧，係令到我係更加堅決地繼續參選嘅。係咯，俾多位佢上先。但係其實咧，我好想問你啦，正就係你話你已經即係服務咗20年啦，點解你有咁長嘅時間，你比香港人係多咗好多時間？如果要做嘢係可以做到嘅，點解你仲要霸住位咧？係啊。而家你要答，即刻答下。但係我就想問咗阿梁生先，阿梁生，你估如果你當選嘅話咧，係邊個最驚咧？我俾多幾秒鐘啦，佢哋拍掌聲阻咗你。冇人需要驚，冇人需要驚。我日後嘅執政咧就係根據呢本政綱嚟到去執政嘅。大家睇過呢本政綱，大家知道冇人需要驚。嗱，咁佢哋好啦，佢上唔到位啊。咁跟住我問第二個問題啦。其實你兩位咧，阿唐生同埋梁生，你哋咧亦都係俾我哋好多香港人咧係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喺過往你嘅公職嘅時間裏邊咧，其實如果要做嘢咧係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而家你就攞住沓政綱嚟，哇！我又有咁多嘢又想做啊！咁於是乎我就問你一個，即係我放肆啲啊，因為呢度係我哋主場啊，今日。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你兩位咧喺過去。你哋應該有嘅機會裏邊，一個咧你係即係政務司長，一個咧就行政會嘅即係首席召集人。有啲咩嘢你應該要做，但係冇做到嘅，你後悔嘅，或者覺得愧疚於香港市民嘅，你揀一條出嚟，每人揀一條出嚟。唐生先生，真係佢哋話問咗呢個問題，咁多時間你做咗啲乜嘢？點解唔做好咧？係咪咁啊？我會先講咧，就係我應該做而做咗嘅嘢先，就係喺我02年去做工商科技局局長嘅時候，嗰時我應該同中央政府做一個CEPA 係做到咗，從而咧我哋可以有個人遊咧，可以有大家唔好個人旅遊。為香港創造幾多個就業機會，大家知唔知？同埋咧就係跟住咧，我哋可以做到人民幣嘅服務，又為香港帶嚟幾多個就業機會。第三咧，我哋亦都咧係能夠轉虧為盈，再加上咧我哋。問非所答嘅唐生，如果你係我，唔係，但係呢度有權係問非所答㗎嘛。阿梁生，你會唔會有嘢？等係仲有好少時間。佢有權答非所問㗎嘛。咁都得。咁你咪選佢咯。呢度講俾我聽，點解呢度冇言論自由？係咯，係冇選舉自由，但係有言論自由嘅。OK。好。
我哋請阿梁振英先生答正話嗰個有愧於香港人嘅一件事。喺過去嗰10幾年作為行政會議嘅非官守成員，我好希望喺3個問題上，我能夠早啲同社會同埋政府達到更好嘅共識，可以更加好咁去執行。一個喺經濟發展問題上，政府能夠適度有為，唔係積極不干預，唔係大市場小政府。多謝，已經俾多咗時間啦。第二個就係房屋，第三個就係貧窮問題。梁生唔好咁啦，乖先得㗎。好，盧超群。三位候選人，咁基本上咧就想問大家咧，就關於非牟利全日制免費幼兒教育嘅實施嗰個政綱嗰度嘅。等間有條問題咧，就問翻阿何俊仁咧，就進一步跟進嘅。咁佢主要咧個背景咧，2005年9月咧，喺社福利署監管嘅幼兒中心就過檔咗教育局成為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咁跟住咧就冇好日子過啦，咁變咗咧就好多幼兒家長咧都好關心呢件事，甚至乎咧喺今年2月10號、11號咧，去到你哋3位面前咧就拜年，就獻兒童話講心聲。你哋3個咧當時咧都話咧會支持呢一樣嘢，但係就唔知咧你哋會點樣支持？第一，就係咧就你哋如果係就任嘅時候咧，喺5年之內，你第幾年咧你有信心做得到？同埋你由學券轉為全面資助免費全日制幼兒教育個策劃機制係咩渠道？喺我政綱度，我係有支持全日嘅幼兒教育，亦都循序漸進去推行全日嘅幼兒教育。但係我唔認為應該係強制性嘅，呢個應該係對於一啲家長係佢係因為要出外工作，所以咧希望有一個全日制嘅幼兒教育，嗰啲咧我哋應該係盡快可以提供啲位俾佢哋。但係咧，未必所有家長都係想將佢個 BB 幼兒教育嗰時咧有全日制，所以咧我係個原則咧係用一個循序漸進嘅形式去推行。何俊仁，幼兒教育係基礎教育嘅一部分，所以咧，如果我哋將佢納入為一個15年嘅呢個基礎教育，咁咧就係應該係立即係要策劃同埋進行。我睇唔得到點解要好耐嘅時間，政府拉拉拖拖咧已經嘥咗好多時間。我睇唔得到點解1-2年之間係解決唔到，有啲技術問題，但我相信解決得到㗎。校舍等等嘅嘢，全日制應該係可以係做到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唯有透過設立一個咁嘅全日制，同埋全面資助一啲非牟利嘅辦學團體咧，我哋先至可以確保到成個嘅制度裏邊咧呢個師資能夠咧係有質素嘅，同埋好好地咧係培訓到即係未來嗰個教師嘅人才。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急不容緩，應該係其實上一屆政府應該係做咗，即係唔應該再拖到下一屆。我會大力推動免費幼兒教育，同埋增加全日制幼兒教育嘅學額。我政綱裏面答剛才盧生曾生盧生嗰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機制，一個咧就係時間。就機制方面咧，政綱第3條咧就提到話喺教育統籌委員會屬下成立工作小組，與幼兒教育界嘅持份者，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同埋家長共同研究具體實施辦法。有個時間嚟講，我希望我喺任內開始推動呢兩方面嘅工作。跟進咧就問阿何俊仁先生，我咧就收到你呢一份咧就正式定稿政綱，再睇翻咧網上嗰個諮詢稿。嗰個諮詢稿就係咧，你嚟社總團隊嗰個論壇之後咧，啲幼兒教育界嘅同你講咗之後，就好具體要求咧全日制免費幼兒教育，就俾足夠嘅資助等等。你當時應承咗，事後電郵交換資料嘅時候，你嘅團隊都寫咗，但係去到諮詢稿之後冇晒呢啲字眼，請你解釋。其實嗰個網上嗰個稿係一個最新嘅版本嚟嘅。呢個咧係較早前係印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經過我哋去過嗰個論壇之後咧，然後加以修訂，咁所以你正話最新睇一個咧，然後就係
係一個代表最後嘅版本。咁但係你網上仲係寫住諮詢稿，你可唔可以 update 翻嗰個寫法咧？嗰個寫法嗰個刪字佢刪咗佢，但係嗰個的確係一個最詳盡、最後嘅版本嚇。多謝。仲有3秒。仲有3秒啊！就社聯嘅調查發現有18% 嘅幼兒家長咧，同埋幼兒家庭咧好多社會問題影響佢學習。你哋肯唔肯提供埋駐幼稚園嘅社工計劃服務？問何俊仁先啦。應該有嘅，其實如果係一個我哋嘅正規教育嘅一部分，其實應該係有社工嘅駐校。唐英年生，正如阿何俊仁先生所講，如果係一個正規教育嘅時候咧，我哋遇到有一啲學習嘅問題嘅時候，係應該有社工可以協助呢啲學生同埋家長嘅。好多謝。咁我哋到呢邊啦，林子健先生。我今日咧就嚟到咧係想同記者同埋劉夢熊先生咧係攞翻個公道。咁第一咧就係、既然阿梁振英先生你話口口聲聲支持言論新聞自由，咁你又大聲咁喝嗰個星島記者喎，咁唔知你點解釋啦？咁另外咧，劉夢熊先生點都係你陣營嘅人啦，係咪啊？雖然話唔係你競選辦啫，你好 cheap 好蠱惑咁講，佢唔係你係嘛辦公室嘅人，但係佢的確係你梁營嘅人喎。佢喺3月8號同9號響無線嘅電視新聞或者響第二個報紙都講明，佢係透過北京高層嘅人士係認識上海仔，並且又攞咗呢個糖糖嗰啲咁嘅黑材料諸如此類。咁而家你咧，雖然係我肯定你都唔會同黑社會接觸嘅，我信你嘅。不過你個作風咁一腳踢開佢，好似黑社會咁樣咁唔講道義，咁其實係咪好啱咧？咁如果再講你做得行政長官，咁你啲公務員咪好鬼驚咯，一唔聽你支笛，你就會斬佢噶咯。好似你自己裏面就咁講啦，你嘅目標係你㗎嚇。就話咧要公務員咧團隊目標一致，咁即係統一思想啦。係啊，新公務員文化喎，咁即係又係統一思想啦，係咪？咁即係我覺得你咁樣去做咧，你唔好笑啊！我未鬧你啫，同我講，我唔見你咁炒。你唔好嚇啲人。點會咧？我想問你係咪想問問題啊？係啦，冇錯，我就問。不如你等阿梁生答咗你第一條，佢做乜有喝記者先啦？好啊，唔該晒你啦。我唔能夠代表劉夢熊先生或者其他唔係啊，係答點解你要喝記者？喝記者嘛。我冇喝嗰個記者。喝記者話冇。第二個問題，我冇喝嗰個記者。但係我仲有講，我話如果咧有時間嘅話咧，同埋佢坐低飲茶就可能要喺選舉完咗之後啦。至於劉夢熊先生嗰個踢開我唔能夠去代表任何支持我嘅人。解釋佢同任何其他人之間嘅關係就係咁樣啦。我諗你講到嗰個道義問題咧，我睇道義都要同時考慮到嗰件事嗰個真相嘅。冇錯啦，個真相就大家睇得好明啦。譬如你喺6.4嘅事件就係啦，就係一個真相啊嘛。記得89年6.4你出過一個新聞咧，就話咧要悼念深切哀悼呢6.4死難者。請問今年你仲悼唔悼念啊？而家你係點睇啊？我關心國家、關心人民嘅立場。係，我知道啦呢啲嘢。咁我想問你，你當時有冇睇到解放軍殺人啊？有定係冇啊？你有冇啊？我哋喺當年咧，我哋有共同嘅經歷。咩共同經歷？我鬼同你共同經歷？你講清楚咩經歷先？我冇同你共同經歷啊！你估我哇，真係冇咁樣屈我。你講清楚，你有冇睇到殺人？包括係唐唐，你都係，你當年有冇睇到啊？即係你唔好瞌眼瞓，我都問埋你㗎。何俊仁仔問啦，呢個係咪啊？有冇啊？有冇睇到殺人嘅解放軍？有冇？冇經歷，我同你講你有就得。我諗你同我睇嘅報道係同一個報道。係咪啦？即係有啊！即係有啦！嗱，共產黨聽住啦！嗱，呢啲人。另外，你頭先提到個問題，我唔想你覺得好似我迴避咗你。你話咧要求或者同公務員目標一致就係統一思想，唔係。咩叫新公務員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服務市民，同公務員目標一致咧，就係話作為行政長官。我哋同公務員咧一齊服務市民。咁啊冇咗政治中立㗎喎，冇政治中立㗎咯喎。呢個咧就係一個一致嘅目標。咩叫新公務員文化咧？我唔答就算啦。唐唐到你啦，你有冇睇到6.4殺人啊？解放軍？梗係冇啦㗎嘛。6.4當晚，我相信在座每一個人都有感受嘅。我哋睇到咩感受啊，大佬啊？我哋
哋睇到有人死嘅時候咧，唔係一個值得你笑嘅，係啊，呢個係好嚴肅嘅問題嚟。咁啊啱啦，所以啱晒。所以咧，大家係有感受。作為行政長官咧，我嘅責任就係要確保言論及表達自由，令到每一個人佢係有充分嘅空間去抒發佢嘅感受。咁好啦，咁一陣間剩翻30秒係咪啊？剩翻30秒啊！咁我而家30秒咧就一齊默哀為6四死難者。係啊，開始默哀。唔好影我啊！影阿唐黨同埋梁振英。平反6四，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多謝最後一位陳仁嘉專家。係啊，咁其實俾個開場白先啦，我就想問下，即係繼續啦，想問下唐生同埋阿梁生咧，就請問你哋贊唔贊成一個係冇審查65歲嘅長者咧，可以有一個嘅生果金嗰個嘅做法？你哋贊唔贊成？65歲冇審查而可以攞到呢個叫做生果啲老年金嘅，即係攞生果金啊你啊！老年金我哋叫老年金，當然冇審查啦，攞3000蚊嘅，你即係講強調3000蚊啦，就即係具體啲啦嚇，冇審查65歲攞3000蚊，呢個咁嘅做法你贊唔贊成？目前我係唔贊成呢個做法，因為我話有合資格長者可以即時攞3000蚊咧，就係對於一啲最有需要嗰一群人，我自己個原則仍然係社會嘅公共資源係應該去俾一啲最有需要嘅群眾。阿梁生，首先我認為我自己到咗65歲嘅時候咧，我都唔應該攞生果金，因為我唔需要。所以咧，我覺得有限嘅社會資源咧，應該用喺真正有需要嘅人身上。所以政府嘅財政咧，如果能夠幫到一啲上咗年紀嘅，但係佢有經濟問題嘅人士咧，係可以令到呢啲人士咧係更加受惠。即係換句話講咧，就兩位都係唔贊成一個全民性嘅退休保障啦。咁又覺得奇怪，即係話唐生講咧就話即係話退休保障嘅問題咧，好多人都講啦。你就話因為要諮詢再諮詢、討論再討論咧，所以就唔講住。就提出你嗰個所謂嘅攞3000蚊啊俾老人家，咁啲係咪啲瞞騙我哋咧？你根本都唔贊成呢個做法，你講咩諮詢再諮詢、討論再討論啦？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呢一個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嘅話咧，係更加係需要盡快去進行呢個討論、進行諮詢，因為你都覺得係好複雜嘅，同你所講嗰個3000蚊俾老人家嗰個係完全冇衝突嘅喎。點解唔可以同時進行咧？咁啊，梁生咧就係即係其實有啲接觸過啦，你係唔贊成有一個嘅全面即係所有冇資產審查嘅一個做法，即係你覺得比較需要嘅。咁啊，想問翻其實兩位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嘅12年免費教育，所有人都係同等俾免費嘅。而家嘅醫療，如果入急症室，同樣都係每人俾100蚊嘅。呢啲係完全係平等，唔需要任何嘅分階段嘅。咁而家嘅生果金，70歲嘅生果金，亦都係唔需要審查嘅。你哋係咪都係同樣反對呢一啲嘅做法？唐英年先生，對唔住，你再重多一次。好簡單，就係我就覺得唐生、梁生係一個精神分裂者。點解咧？如果俾老人家一個退休保障咧，就要有審查；但係如果俾教育咧，就唔需要啦。12年，你提到係15年添。如果係個醫療咧，大家都係同樣俾100蚊就可以啦。嗰個分別係點樣？點解會有個分別？就係一啲你覺得要需要審查，一啲咁重要嘅老人家，你都覺得老人家執紙皮係唔應該嘅，係唔應該喺香港發生嘅，但係你都要將佢抹殺咗佢。我提嘅係兩條腿走路，
兩條腿走路嘅意思咧，即係話兩樣嘢係並非互相排斥。你一個人行路咧，一條腿行路咧，行得唔係好方便嘅。所以明白。你不如聽我講埋，即係話，因為我聽你講乜嘢。唔係，我聽你兩條腿頭咧，我就知道咧。咁你係咪啲某啲同事進行呢個諮詢咯？你不如聽我講啦。所以有兩條腿走路咧。但係最緊要咧，做咗呢個3000蚊先，因為呢個可以由政府公帑嚟支付。但係因為係政府公帑支付咧，所以我哋係需要有限嘅資源係俾一啲最有需要嘅人士。呢啲最有需要嘅人士咧，我係認為呢個群組係65歲以上，冇攞綜援，留翻3秒俾我唔係好多。唔使啦，我諗30萬人嚟嘅。如果兩條腿走嘅話咧，就係一邊就俾3000蚊用公帑，亦都即刻開始進行研究呢個退休保障。呢啲先係兩條腿。你就所講嘅話咧，就係單腿，係嘛？單腳跳，唔係兩條腿。兩條腿就即時進行諮詢，同時即時用公帑俾3000蚊，呢個先係兩條腿。我冇話即時做，另外嗰個。呢個即時做啦，係咪啊？好啦，多謝。因為你會即時進行呢個討論咯。得啦，我哋第2輪嘅答問就完咗啦，咁我哋進行第3次嘅答問。咁咧就蔡宇龍喺你嘅左手邊，劉玉港你嘅左手邊，最後一位咧就係 Races， 唔知係冰啊、邊啊、back 啊 ，OK。Nalis， 最後一位係李志華先生，麻煩你嚟我嘅左手邊。我代表工黨㗎。香港唔少人咧都係捱生捱死為咗個窩居嘅，但係依家新界嘅原居民咧，佢哋享有咧係丁權嘅。咁即係話出世之後咧，佢哋就無端端發達啦，有幾百萬嘅資產啦。咁喺個問題上咧，對香港人係絕對唔公平嘅。咁唐英年先生或者梁振英先生上一任之後咧，你哋會唔會就呢個問題會取消丁權咧？個答案咧係唔會嘅，因為咧新界原居民嘅傳統合法權益咧係受到基本法保障，我哋所以作為政府咧必須要依法辦事。梁先生。新界南丁可以喺非屋地上面有興建小型屋宇嘅權利咧，呢個有佢歷史背景嘅，追溯到去1898年，當時英國人未佔領新界之前咧，新界小嘅原居民咧，佢哋原有嘅土地咧係冇年期同埋用途限制嘅，呢個係歷史背景。喺我哋商談聯合聲明嘅時候咧，同埋基本法嘅時候，當時有新界原居民係要求恢復翻喺1898年之前佢哋嘅產權嘅地位，所以現在喺基本法裏邊寫話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受新界保障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咧係有呢個歷史背景嘅。但係我哋同時咧都要重視個現實，個現實就係乜嘢咧？現在呢個丁屋政策沒完沒了咁俾新界原居民嘅丁權咧，確實我哋個土地供應嗰方面咧，我負擔唔嚟嘅。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咧，我覺得我哋一方面咧要按照基本法，我哋要保障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同時咧我哋要考慮到嗰個規劃同埋土地用途嘅問題。仲有個問題想問彭英年先生嘅，就係關於嗰個丁屋僭建嘅問題咧，你曾經講過咧，佢哋可以起4、5、6或者7層嘅。咁我想你澄清一下，究竟係咪有呢個事情會發生過？你曾經講過喺電視上面。我解釋一下嗱，對於僭建咧喺法律面前係人人平等嘅。唔係。但係咧，就跟住我就係考慮到，因為丁權咧係受到基本法嘅保障，點樣可以更加善用土地咧，就可以一個丁權共享咁嘅形式。譬如而家現時係一個3層嘅丁屋咧，佢係用一幅地去起一個3層嘅丁屋。但係如果你話有3個丁權，佢共同喺嗰一幅土地上邊起一個9層嘅單位咧，咁咧變咗咧，你喺同一幅土地上邊可以滿足到3個丁權。所以
我覺得長遠嚟講，我哋必須要揾一啲方式去更加善用我哋有限嘅土地。係啊，係唔係可以同啲原居民可唔可以同啲原居民去進一步討論去買斷一啲丁權得唔得嘅咧？我唔知，但係咧，我認為我哋喺佢哋有嘅合法權益之下，我哋必須要尋求一啲社會同埋社會可以接受嘅方式，令到我哋更加善用土地。梁振英先生。我過去公開講過，亦都多次講過，我話香港只有一套關於建築物嘅條例，關於僭建嘅法律，呢套法律咧適用於香港、九龍、新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後咧，我想送一樣禮物咧，就係話俾呢個梁振英先生嘅。仲有半分鐘時間，使唔使解釋下？咩嚟㗎？仲有20秒。可唔可以回應下？英文嗰啲阿梁生，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人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梁振英，1989年6月5日。夠鐘，夠。你叫話你放低嗰份禮物就走㗎，多謝你。梁振英講得好啊！唉，咁咪叻啦，咁咪知啦。我哋啲記者朋友俾賴碧華姨小姐。係啊，社福選委嘅華姨。其實有兩條問題，想三位都可以作答下嘅。其實講緊人權同埋平等機會，我見到三位嘅政綱都有呢兩隻字，呢兩個組群嘅字，但係其實實質嘅內容係冇嘅。咁我哋而家講緊人權，除咗話有好多人權團體佢哋想要人權委員會之外，其實好多時呢啲唔同嘅人權嘅爭拗係源於政府自己本身佢冇落實到任何嘅人權條約，尤其是我哋依家嘅平等機會嘅法例，其實好多時政府自己本身係 exempt 咗。點解政府可以 exempt 咗呢一啲條例？喺你哋如果真係上任嘅時候，你哋可唔可以 ensure 到政府係真係會落實翻呢幾條條例？唔單止咁樣，我哋而家推緊其實好多嘅 gender mainstreaming 嘅 checklist， 或者係 equal opportunities 嘅 checklist， 係政府唔同嘅 department， 我哋都好想有，亦都推咗成10幾年。政府可唔可以嚟緊呢一屆嗰度落實翻呢一啲唔同 checklist 喺政府自己本身嘅 department 或者 bureau 入邊做翻一個榜樣俾市民睇？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哋講緊23。答咗呢條先啦，好嘛？梁振英先生，你答先。我哋過去都傾過呢個問題。我理解你提呢個問題。如果我成為行政長官嘅話，都會積極去研究呢個問題。但係希望咧，你能夠幫我喺呢個人權啊、平等機會呢個問題上，我希望能夠具體一啲，政府喺邊啲問題上咧可以做到乜嘢程度，可以滿足到呢個訴求。我諗公民社會係好願意同你一齊協助，去俾更加多嘅資源俾你哋。係Rais，我諗你都知道咧，我哋點解咁急於要即係一路我哋爭取都好急於要成立一個人權委員會？呢個都係聯合國嘅喺審視我哋嘅 ICCPR 經濟及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嘅時候咧，都係建議我哋香港應該成立一個人權委員會，作為一個檢視政府實施各個公約嘅一個有效嘅監察機制。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依家事實上我哋好多條公約，政府咧就係當佢每年遞交報告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民間組織與立法會咧係提出咗好多強烈嘅意見，認為政府係做得不足，認為政府甚至有啲地方係違反咗公約嘅要求嘅。大家知道咧，當年就係呢個種族歧視條例，差唔多聯合國要譴責香港政府，佢先去做。譬如老人貧窮嘅問題，呢個經濟社會啲經濟民公約亦都係話係非常嚴重，我哋香港係冇理由仲要去拖延嚟到咧係改善呢啲問題。居住嘅問題都係同樣一樣，多次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嘅譴責，即係呢個提出佢哋嘅好強烈嘅一啲嘅批評嘅。咁所以咧，我覺得
整個策略嚟講，成立一個人力委員會，有多方面嘅參與，包括埋我哋好多好熱心嘅非政府組織嘅參與啦，係一個最重要嘅策略。但係當然最緊要嘅有一個全面普選嘅立法機關，同埋咧行政長官，呢個係一個最緊要能夠建立於一個以民為本，亦都能夠咧係尊重到一個權利為本嘅一個社會嘅繼續能夠係以尊重公約嚟到係運作。少數族裔最關心嘅係3個 E。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qual rights。喺呢3方面咧，我自己同意你剛才所提嘅建議，就係關於政府豁免嗰部分咧，係應該適用於政府嘅。第二方面咧，尤其是喺教育，因為好多少數族裔佢哋對中文嘅認識咧係有限。就喺屋企裏邊咧，亦都得唔到一般華人家屋企裏邊咧對於中文嘅支援。所以尤其是喺教育嗰方面，我相信我喺增加教育開支嘅時候咧，同時咧係要增加更多嘅資源俾一啲少數族裔，令到佢有一啲更加 deep immersion 嘅中文。可以俾佢係喺透過主流學校裏邊咧係繼續升學。第二條問題咧，其實就想問頭先講緊23條立法，甚至纏繞法，甚至之前今日冇提及過嘅慈善法。其實呢一啲所有嘅法例都係見緊對於成個公民社會嘅一啲打壓。政府嚟緊點樣可以 ensure 到，即使你唔立法，都可以令到公民社會有盡量更加多參與嘅機會。問邊位先？3位都要作答。唔晒㗎啦。唐英年生，你答。構建一個公民社會，呢個係大家都應有嘅責任。我哋喺構建呢個公民社會，我哋不但只有現時嘅法例，我哋亦都要不時去檢討有啲咩新嘅法例係需要執行。多謝。最後一位喺呢邊嘅蔡洪生，然後劉玉港生就係喺嗰邊最後一位。呢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啦，咁去到今日，我哋喺坊間見到好多市民其實對呢個選舉都相當嚟失望嘅，因為好多黑材料我哋見到不斷咁爆。近期另外一個令我哋痛心嘅就係我哋見到曾蔭權由呢個利益輸送啊，又坐豪華遊艇，又坐私人飛機咁樣。我想問下3位，如果當選咗行政長官之後，點樣重塑市民對政府對成個管治團隊嘅信心？另外，如果曾蔭權呢個問題會點樣處理？我最近喺我嘅政綱度咧，我做咗個修訂嘅版本，依家喺網上高，相信大家睇到啦。就係要確保我哋有一個廉潔嘅政府咧，特首即係佢係應該受到同樣平等嘅法律上高嘅監管嘅。佢嘅操守。佢嘅品德係冇理由嘅水平，我哋大家對佢期望嘅水平係低過問責官員嘅，同埋公務員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房會條例第3條，即係話咧，如果收到禮物啊等等嘅嘢啦，依家目前嚟講規定係要有個數目啦，係要得到呢個批准嘅，依家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將來咧，我覺得修訂法律咧，就行政長官如果收受任何呢類咁嘅禮物啊，都係即係法定許可嘅禮物咧，都要受到一個批准嘅程序所監管。咁我認為咧，有一位退休嘅呢個大法官嚟到應該負責呢一點。咁以及咧就係好多嘅對問責官員嘅守則咧，應該係全部係適用於行政長官。對於佢日後即係離咗職之後，佢嘅可能會避免一啲延後利益嘅情況，都係我覺得係需要做嘅。咁我覺得我哋依家喺立法會要求咧，就係用權力及特權法案嚟到調查，希望咧即係有關最近款待特首嘅事咧，能夠攞到資料，同埋咧知道事實嘅全面。如果做唔到嘅話，我哋會有再一步嘅跟進，當然係唔會排除，即係睇下點樣能夠係要特首咧對佢所做嘅事咧係要交代負責下。我哋維持香港政府嘅高度廉潔，係我如果當選行政長官執政嘅一個十分重要嘅一個目標。我願意喺呢方面接受全社會嘅高度監督。
至於其他政府人員啊，無論係現任嘅或者到時如果我當選嘅，我當時嘅同事，我都認為佢哋要同樣接受社會監督。我應該有一套制度，有法律去監督公職人員嘅操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唐英年先生。現時政府嘅問責團隊同埋公務員團隊係有一套嚴謹嘅守則嘅。我喺02年加入政府嘅時候，嗰一套守則係相當之厚，我全部咧係由第一頁一路睇到最尾嗰一頁。喺我政府嗰9年多裏邊咧，我可以話我係做到 more than required, less than allowed。所以現時而家退休嘅大法官李國能先生咧，佢會做一個檢討委員會，透過呢個檢討委員會咧係會我相信會有一套嘅建議，我好支持有呢個檢討，我亦都一定會遵守將來嗰一套新嘅建議。我嘅原則就係話要高度透明，等公眾可以有監察監督，令到行政長官喺佢嘅一舉一動都係可以受到市民嘅監督嘅。聽住先啦，都係。第二條問題係問阿唐生同埋阿梁生嘅。咁喺呢個選舉期間呢，其實我哋都見到你哋得閒就會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就會入中聯辦就坐一陣就出翻嚟咁樣。咁我想問一問，咁你哋是哪一位當選之後，香港有重大議題嘅時候，你會唔會咁做呢？唐生先啦。無論我喺特區政府嘅時候，我哋不時都有事要同中聯辦會得去商討或者係交換意見。咁呢啲係一個好正常嘅活動嚟嘅。將來當選行政長官之後咧，我自己一定會繼續遵守行政長官嘅宣誓，亦即係話。好，多謝，多謝。最後一位啦，劉勇講先啦。係，唔該主席。3位候選人你好，就我有一個意見咧，就同埋一個問題嘅。個意見方面咧，就係我諗今日嘅論壇咧，其實好多在座嘅都係好關心香港、中國同埋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士出席啦。咁其實喺呢咁嘅場合咧，希望有啲高質素嘅辯論喺政綱、理念、願景嗰度嚇，咁留翻俾其他嘅媒體先做其他嘅新聞工作。但係咧，我諗喺今日時間裏面實在好短，得個人2個鐘頭時間。我希望參選之後、當選之後，我希望即係無論呢位候選人嗰位行政長官啦，真正都係接觸翻普羅大眾，唔係淨係喺工商界或者既得利益嘅團體。我希望呢個係一個要求。第二點，我有一個即係有問題嚇。其實作為一個醫生啦，我亦都好多年都接觸好多普羅大眾嚇。我諗喺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一流嘅城市，無論係貧富咩階級都好啦，我相信市民係將健康當係一個無價之寶嚟嚇，亦都好似我哋香港嘅大成功嘅社會，廉政啦、法治啦，係我哋一啲核心嘅支柱嚟。但係我往往見到過往喺好多年裏邊，政府係似乎忘記咗自己係應該作為承擔香港普羅大眾700萬市民嘅福祉嘅健康福祉，佢似乎係有啲卸膊而係失責嘅。喺呢方面，我哋睇到大家留意一下，過往政府喺醫療規劃方面，喺發展公營醫療服務方面，喺經濟方面係大推廣呢個私營嘅產業，喺經濟嘅方面度嘅經濟嘅醫療產業，亦都喺造成好多嘅錯誤嘅判斷推論，造成今日嘅雙非孕婦問題等等各方面問題，令到公營醫護嘅人員大量流失。呢個咁嘅公私失衡，其實有好多誤解，好多誤解。因為個公營同埋私營醫療服務個待遇環境都好唔同，令到呢個惡性循環咧一路係傾斜咗走去私營嘅服務，令到香港好多市民都面對好辛苦。我希望睇到特別係阿梁生、唐生或者何生喺呢方面表達下，你哋將來如果有機會做到特首嘅話，你點樣領導翻我哋係為香港700萬市民可以得到一個公平、可以負擔、由優質嘅醫療服務係可以堪稱翻喺國際大都會裏邊咧，係一個一流嘅服務，梁振英先啦，你首先啦嘅醫療。唔該。兩個問題，一個同基層保持接觸問題，另一個咧就係醫療嘅問題。我過去嗰4個月
自從宣布參選以嚟，我係落區落咗100幾次，而且我提出要求同香港人齊心一意寫政綱，我喺街同大家嗌咪。我話今次選舉雖然仲係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制度，但係香港唔係屬於少數人嘅，香港係屬於700萬人嘅。因此我將我自己我嘅選舉活動、我嘅政綱帶到大家地區、階層同埋行業當中，希望聽大家意見。大家好好，我好受感動，大家俾好多民間智慧、社會智慧、地區智慧俾我。我承諾大家，正如我喺每一次落區活動一樣，承諾當地嘅居民一樣。如果我成為行政長官嘅話，我願意繼續不斷落區去聽大家意見，同大家一齊努力搞好香港。你冇影啊！至於唐英年生，留翻少時間俾兩位。落區聆聽市民嘅心聲嘅訴求，呢個係行政長官應有嘅責任。呢個我相信我唔使多講，將來一定會繼續做嘅。對於你剛才所講醫療咧，醫療喺過去政府嗰度咧，係喺過去嗰幾年係增加咗相當之多嘅開支，但係仍然個惡性循環咧，我哋係割 break 唔到個惡性循環，因為我覺得一個私營系統同公營系統咧，當中個互動嘅關係係不足嘅。咁你會唔會係大力推動呢個私營醫保嘅計劃咧？私營醫保嘅計劃，你會唔會大力推動私營醫保計劃，令到更多嘅醫護人員走去私營服務咧？我係會得鼓勵一個醫保嘅計劃，因為透過醫保計劃咧，我哋係可以舒緩一下對公營機構嘅壓力，但係與此同時咧，我自己仍然認為咧，喺整個公營機構，你會唔會用公帑去資助私營醫保計劃，幫助嗰啲比較負擔得起嘅人去買？多謝晒，多謝晒。咁冇啦，對唔住啦。其實你唔止冇得答啦，有好多嘢。冇所謂，我主場啊嘛，咁係嘛？我主場應該讓下大家嘅。你聽我話啦，乖啦，俾啲心機。咁咧就我哋最後一個環節，就係咧就等3位候選人啦，佢哋係講佢哋嘅總結。咁咧，我諗希望即係3位嘅候選人咧，都能夠聽到啲問題同埋你嘅答覆之後，佢哋嘅反應咧都能夠令你嘅總結有少少嘅改變。咁亦都係啦，個時間咧係3分鐘，亦都係2分半鐘就第2下鐘聲，跟住咧最後5秒鐘咧就係第3下鐘聲。到停嘅時候就會狂叮啦，好嘛？咁咧今次咧就新嚟新豬肉啦，因為阿梁振英先生嘅係遲到咗，咁所以我俾你講先，3分鐘聽到叮聲開始。多謝何生，多謝在座嘅朋友，今日俾個機會俾我，喺過去嗰個多小時嘅時間當中咧，同大家交流。喺剩翻2個禮拜唔到嘅競選期當中，我要做開方面嘅工作，就係繼續以謙卑嘅心去爭取社會認同，爭取選委支持。提名階段過咗去啦，新嘅階段咧，無論邊個提名邊個反對邊個，我都要爭取大家嘅支持。除咗我要爭取12個選委嘅支持之外，我要爭取社會認同。正如我剛才所講，呢個社會係屬於大家嘅。如果我當選嘅話，喺個執政過程當中，我會繼續以謙卑、開放、包容、團結嘅心，多聽大家意見，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過去嗰2-3個月，我參加好多場論壇諮詢會，亦都請咗好多專家學者、前高官朋友同我一齊咧係研就呢份政綱。喺個過程當中，我學咗好多醫療問題、教育問題、社會服務問題、房屋問題、土地問題等等一大堆。但係好明顯，我喺每一個呢11個政策範疇當中，我今日認識嘅程度同埋個深度係不及在座大家方方面面嘅專家。所以落去嚟緊2個禮拜又好，2個禮拜以後更長嘅時間又好，我仍然需要虛心咁向大家請教學習。多謝大家。仲有時間咯，仲有1分半鐘。咁梁振英先生夠唔用咧，就到何俊仁先生。各位
正話梁振英先生講咗佢近來落咗區100幾次，但我同大家講，我落咗20幾年區，我數唔到幾多次。咁啊，梁生呢都最近都講話佢係最民主嘅，因為好多諮詢。我同大家講，我哋喺呢個民主運動裏邊係同大家同步共同參與，我哋係不斷係互相交流，形成一股爭取民主嘅力量。你當然係經常俾好多意見我哋，但係諮詢唔係一日一個月。一個月嘅諮詢唔係體現到民主，係長期要深入社區，同市民共同呼吸，感應到社區嘅脈搏，你先知道咩叫民主。係啊，咁所以我希望兩位啊，我唔知邊位中咧，肯定唔係我啦嚇，就唔好選到之後咧，就翻去你嗰個特首辦啊，或者嚟奔赴，就而變咗咧呢啲咁嘅場合咧，就幾年一次嘅。今次咧都好辛苦先請得到我哋今日我在座嗰兩位啦嚇。就我只係覺得喺一日未有民主嘅環境之下咧，期望我哋嗰啲特首係小圈子出嚟嘅產品啦嚇。係會同我哋啲非政府組織同我哋民間團體係能夠經常保持共議，保持係大家齊心協力做嘢，真係唔容易。所以我都係寄望一定有一個民主嘅制度係嘛？係。咁就先確保真係可以面向社會，因為大家每人真係有一票嚟到決定特首。然後佢先至知道要點樣叫面向社會，而唔係只係喺呢個幾月裏邊，因為要爭取高嘅民意支持，爭取唔錯嘅民望，有靚嘅形象嚟到入一閘，跟住咧依家就變咗只係面對呢個12個裏邊嗰啲選委，包括裏邊啲大媽神，即係我覺得大家都睇住。監視住佢哋，唔好入閘前一套，入閘後一套係嘛？係啊！入閘前聽到市民，聽到基層，入閘後淨係向啲大媽撒鞠躬，向嗰啲集團有票嘅人嚟到拉手，將市民置於腦後，好嘛？我哋大家睇住，爭取啲民主先，我哋出路嚇，多謝。最後一位譚英賢先生，聽到鐘聲開始。來屆嘅行政長官將會肩負咗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呢個歷史性嘅任命。呢個將會係我哋中國領土上第一次一個大城市可以透過一人一票選佢嘅行政長官。唔計台灣，因為我哋呢一個喺一國兩制之下，將會係一個歷史性嘅任命。我鼓勵大家都會有呢個共同嘅目標嘅。呢個共同嘅目標就係希望能夠實現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與此同時咧，我亦都認為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包容、共濟、和而不同、互相尊重嘅態度，我哋先至能夠可以構建到呢一個制度，從而得到立法會2/3嘅通過。我相信大家有呢個訴求，但係呢個訴求，好多人會問點樣先至可以幫到一啲貧苦嘅大眾呢？點樣可以幫到而家住喺板間房、住喺劏房嗰啲大眾呢？又點樣可以幫到一啲長者仍然要去執紙皮嘅？呢一啲民生問題都係大家我哋在座咁多位都係共同關心嘅問題。呢啲問題係需要一位行政長官，佢可以有包容嘅胸襟，
可以有和而不同嘅態度，可以有包容不同聲音嘅人士。所以我認為未來咧，將來嘅行政長官必須要有咁樣嘅胸襟，先至可以管治好香港。我將會喺餘下嘅13天繼續努力爭取選委同埋市民嘅支持。我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行呢一條民主嘅道路。多謝三位。咁咧，今晚嘅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論壇咧就應該結束㗎啦。咁係多謝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啦，亦都多謝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嘅合辦同埋提出場地。